好来，乡亲啊，有关这个新冠病毒的采检，指挥中心是开放到9大类的民众，统啊家己开钱来采检，一届的费用是7000块。到台商来批评讲伤贵咯，医检工会嘛认为有落价的空间。指挥官陈时中讲，这个费用是地方政府甲病院共同协定的，若要申请降价，指挥中心嘛未反对。 部立要通病院爆发院内感染，疫情扩散到社区，嘛有烦恼的民众呢，选择自费采检。要不，干那做一摆都要5000至7000块。有台商质疑讲，比伫中国病院做采检的费用贵买20倍。医检工会就将这费用提出来，大家做讨论。自费采检一摆是7000块，试剂成本差不多是65到75，若是公费检验，要有奖励金3000块。自费检验理论上袂较少，其中2000块爱好检验机构，1000块是报号检验人员。每一个医检人员平均差不多收500块，看起来敢若有落价的空间。费用的核定是在地方政府，他们如果要申请，他们要降价那我们当然不反对。 来看新北市政府安怎接招？到底怎么样才算是一个合理？地方政府有责任跟所有的医院来把这个价钱定得更好。国内自费采检敢有算贵？依照指挥中心提供的各国资料，美国差不多是7001以下，英国差不多是5000到7000几块，日本差不多是7000到14000块，比较起来台湾敢若无特别贵。 英国甲中国比较起来，因一摆敢若需要345块，差19倍。依照现行规定，出境前要提供3天内核酸检测阴性的报告。英国各大病院自费采检的注文已经满，民众就算爱开7000块去检验，嘛会先找到所在通验。